大家好，我係江律師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探討嘅咧，就係追討侵權人損失。當你作為原告人攞到一個法庭嘅勝算之後咧，法庭會頒布俾你唔同嘅命令，包括咗禁制令啦、披露命令啦、律師費命令咧，同埋損失命令。當你攞到呢個損失命令之後咧，其實你係有權咧，係可以透過程序量度、計算你嘅損失，而且要求呢個嘅被告人支付。因為訴訟裏邊已經賦予咗你一個訟費命令，所以呢一個嘅損失申請咧，有關嘅費用都係由呢個嘅被告支付。你話至於你可以追咩損失咧，就係一個重要嘅話題。喺我經驗之下嘅話咧，只需要你有真實嘅損失，你就可以申訴。我總結一下，一般情況有啲咩嘅損失你可以追討啊？第一，你失去咗個利潤咯。例如嘅，對方買咗幾多隻嘅產品，如果係屬於你嘅話咧，你每一隻係值幾多錢嘅利潤咧，你可以計出嚟。第二，聲譽上嘅損失，如果被告賣嘅產品係劣質，影響到你公司嘅聲譽嘅話咧，你都可以追佢㗎。第三，流失客戶本來個客揾你嘅，而家要揾對方咯喎，揾咗佢之後咧，可能跟住佢好耐嘅時間㗎，呢個損失你都可以去追討嘅。第四，有時服務咧係捆綁式嘅，喺呢情況之下，唔可以淨係計賣少幾多件嘅，仲有賣少咗幾多個服務。只需要你有秩序地、有理性地演繹你嗰個嘅追討方法咧，你就可以喺呢一個追討損失嘅程序裏邊申請嘅。程序方面嘅話咧，唔複雜嘅，作出一個傳票申請之後咧，就一份叫 points of claim， 對方就會回覆 points of defence， 之後就交換證據同埋證人口供，跟住上庭去判決㗎啦。如果有機會嘅話咧，我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運用藐視法庭同追討損失，做到最好嘅效果。請留意下一集。